2026年超龍運程，喪門、血印、雙煞到。大家好，我係開運師姐，屬龍人士今年宜靜不宜動。喪門星代表長輩健康亮紅燈，要多啲打電話問候，時常探望，留意佢哋身體健康。血印浮沉星齊發，小心刀傷、跌傷、撞傷、水厄，所以要少啲參加水上活動，千祈唔好滑雪、跳水。家中漏水即刻修理，否則破財又激氣。但係唔使怕，天解吉星暗中幫你，加上貴人八座撐場，穩住負能量，咁就有轉機。財運雖然有意外支出，記得年初買黃金、電器、應劫，喺公司要低調工作，減少不必要嘅麻煩。小人多，不過貴人更強。感情平平，最緊要自我提升增值，學多啲實用課程，例如風水，可以自己親自開運或者幫家人開運。開運必做，年初拜太歲、戴太歲符或者開光玉雞吊墜。風水方面，西北方放銅葫蘆擋煞，聚氣聚財。